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马斯克这个人最近陷入了麻烦，或者叫争议不断依然喜欢反对他的人，现在呢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褒贬不一在这个美国有很多买了特斯拉的车主在车屁股上贴上说我这个车是在马斯克变傻之前买的有的愤怒的这些美国的民众甚至把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经销商那个店面都给砸了，甚至有人集会，对吧？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什么议员大街上集会发表演讲，要求解雇马斯克，赶走马斯克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最近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叫马斯克推动泡沫可能即将破裂，说埃隆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可能开始摇摇欲坠。过去6周内特斯拉股价暴跌约 40%， 这个还没算昨天晚上北京时间3月10号晚上，3月11号凌晨，这个特斯拉好像跌了 15% 吧，真正的一根长阴线暴跌，股价到了220多美元，真正的实现了腰斩。但是这个纽约时报因为是昨天还是前天写的，所以他说几乎抹去了2024年大选后的所有涨幅。这一逆转揭示了马斯克先生的软肋。这个纽约时报他认为马斯克的商业帝国是怎么来的？他说马斯克先生的软肋就是他的财富严重依赖于其狂热追随者的膨胀预期，随着这些预期的消退，他的权力也将削弱。这表明金融市场是对抗马斯克和特朗普总统议程的被低估的防护栏。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资本市场拿脚投票，先跑为敬不看好你了。人们很容易将马斯克与过去25年来真正的商业巨头相提并论，如苹果的乔布斯、微软的盖茨、亚马逊的贝索斯，还有那个扎克伯格、黄仁勋以及谷歌的佩奇和布林。说这些人创建了真正庞大的企业，以任何可能的指标衡量都远超马斯克所建立的一切。这个纽约时报说他说虽然马斯克从零开始建立了一家汽车公司，这绝非易事，但他的财富主要归功于一种金融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大批着迷的投资者、追随者使他能够推出不断增长的各种不同项目，并使他免受那些质疑他的运营决策、公司治理、荒谬薪酬待遇以及现在进军政治领域的批评者的影响。用俗话说一白遮三丑他的在汽车领域的成功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甚至缺点。纽约时报说这种高空走钢丝的行为大致如下：构想一个如此雄心勃勃的企业，以至于任何挫折都微不足道，而每一项成就都堪称英雄壮举，将自己标榜为这一雄心勃勃企业背后的狂热天才，以便从兴奋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超额回报。利用社交媒体巩固你的偶像地位，保持信徒的热情，使他们的狂热击退任何敢于反对你的冒险的怀疑者。即使你是提出越来越多的幻想，到这时你就进入了飞轮效应，其他投资者寻求超额回报，蜂拥购买你其他公司股票，推高他们的估值，从而巩固你的财富，并提升你作为商业大师的信誉。这个对马斯克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的还是美国人了解美国说如果你足够幸运，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投资者梦想着替代利率低的荒谬的时期的可零回报的时候，对技术力量神奇思维抑制了对未来问题风险的任何担忧，而散户市场正将股票交易变得更类似在线赌博的活动。这个纽约时报认为，这个投资者买马斯克的这些公司股票相当于在线赌博。了解这种崇拜，需要重新思考对金融的认知。说金融纯粹主义者喜欢将金融市场中视为中立的仲裁者，仅仅记录企业家的价值创造活动。金融实用主义者明白，正如行为金融学所证明的，价格不必总是反映价值，有的时候价格是扭曲的。但如果企业家能够利用这些动态来制造财富和政治权利呢？他说这种把戏正是马斯克所掌握的。他的救世主地位诞生于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循环。说企业
获得超额回报，导致投资者为他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资本来多元化他的帝国，而这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害怕失去机会的投资者。飙升的特斯拉股价使粉丝和投资者如此忠诚，以至于他只需提及一个新目标就能促使他们购买更多，而且所声明的野心越大，他们给予他的财富和权力就越多。也就是说，大家盲目的看好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一个领域的成功，马斯克就会提出更多的领域新的目标。基于大家害怕失去这种机会，以及对马斯克这种疯狂的崇拜，所以他们会紧紧跟随马斯克。只要马斯克提出一个想法，便宜的资本就来了。这个是《纽约时报》认为的也就是说，马斯克这个牛吹得越大，故事讲得越大，钱越多，钱越多，权力也越多。《纽约时报》说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征服火星呢？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是在政治领域巩固权力，确保这些超大野心能够永远得到滋养。如果马斯克操作得当，他的帝国可能已经坚不可摧。他说相反，他说马斯克的商业头脑和对政治的兴趣可能正在成为他的败笔。与其依靠优秀的管理者帮助他的企业产生关键的现金流，马斯克在越来越分心的情况下，仍对继任问题置之不理。他没有储蓄现金以防不时之需，而是将其投入到了脑植入物和超级高铁等过度炒作的计划中。这个有点像那个咱们说许家印对吧？咱们官方媒体给许家印定性不就是盲目的多元化吗？那这个现在《纽约时报》认为特斯拉马斯克就是过分的多元化，什么脑机接口什么超级高铁这个《纽约时报》说他本可以在幕后低调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但却选择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亲自站上前台，似乎对自己的政治直觉深信不疑，就像他曾对自己营销天赋充满自信一样。马斯克帝国的裂痕开始显现，特斯拉第四季度的汽车收入同比下降 8%，2024 年利润较上年大幅下降，而且在公司成立22年后，他是否能够为股东产生显著的自由现金流仍不明确。特斯拉似乎越来越依赖降价，这种做法可以在短期内增加销售，但可能会损害买家对特斯拉未来的价值评估。对马斯克的政治反弹也正在损害特斯拉在国外的销售。也许觉察到了局势的变化，他一直在暗示特斯拉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以进一步培养投资者崇拜。纽约时报说马斯克帝国的其余部分也说明了他的商业才能与财务成功之间的差距。说马斯克由他的表弟领导的太阳能企业需要通过特斯拉有争议的收购来挽救，并且此后一直在萎缩。又提到了这个马斯克的另外一个工程什么通过建造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高速超级高铁来革新交通，已经筹集了近10亿美元，但他是否有任何收入和利润前景尚不清楚。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是不是以前吹的那个什么胶囊高铁然后又说到马斯克的脑植入公司收入和利润可能性似乎更加渺茫。当前 X 也就是推特前身在经济和文化上已是昔日的躯壳。 SpaceX 已经有20多年历史，据估计已筹集了120亿美元，说现在才传闻可能有120亿美元的年收入，主要来自卫星服务，就是星链尽管盈利，这个《纽约时报》说马斯克因投身于困难且昂贵的行业，并创建全新业务，特别是特斯拉和 SpaceX 而值得赞扬。他说虽然这次挫折可能是暂时的，但最终这种狂热像他的前辈一样将会消退，因为投资者会认识到他创建的企业远不值得那些使他成为地球上最富有人的估值，而他的巨大政治权力也源于这一地位。这个《纽约时报》还说他说房地产是一个特定的资产类别，可用的投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而且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衰退周期最终会结束。他说也许意识到这些限制，说特朗普将他在房地产领域
通过信贷驱动的成功转化为名人地位，并最终转化为政治权利。通过将马斯克引入白宫，说特朗普已经给了他兑现同样交易的潜力，也就是说马斯克有复制特朗普这个成功道路的这种可能。就特朗普就看到了这个房地产已经到头了，他通过在房地产积累的这财富和人脉和动能，转化为名人地位，最终转变为政治权利。当了总统之后一家都开始发币嘛，割韭菜。好像特朗普发的是什么币那个第一天说那个收入就已经超过了特朗普以前做生意赚的钱，一辈子才赚多少钱呢？对吧？这种巨大的魔力是不是让这个马斯克似乎看到了方向这是纽约时报的观点通过指导作为世界上最大客户的联邦政府，马斯克或许能在财务上巩固他的企业，并强化推动他到达现在的位置金融崇拜内部动力。在他高难度的走钢丝表演中，马斯克必须用这些新的承诺和努力超越他传统业务的衰退速度。说如果金融市场能够制造财富和权力，他们也可以轻易的拆除两者，这很可能是马斯克和特朗普致命弱点。到目前为止，市场一直支持特朗普和马斯克，忽视了当前政策的内部矛盾。特斯拉股价最近疲软，表明这种动态可能正在消退。什么意思？就是说特斯拉股价腰斩，反映的是投资者对马斯克的这种盲目崇拜，以及马斯克的这种盲目自信正在减弱衰退。错误政策和财政管理不善导致的较高通胀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利率，从而破坏股市。也就是纽约时报认为这个美国的利息恐怕还要涨。为什么涨呢？就是因为特朗普错误的政策和这种财政管理不善导致通胀要高起，也就是他打贸易战，美国的资本市场提前做出反应。这个纽约时报最后说简而言之，在下次选举前，围绕美国政治的战场不仅将会在法院或国会上展开，还将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就是纽约时报的对马斯克的一个评论，认为马斯克推特驱动的泡沫可能即将破裂。关于马斯克那真是一言难尽。刚才说了，喜欢他的人对吧，对他是无限的推崇，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对马斯克越来越怀疑，讨厌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关于马斯克咱们这个节目聊的也比较多。我对马斯克的看法，在他搞这个我们俗称就我们称他为叫马斯克变法，打个引号在马斯克变法之前我对马斯克都是正向评价，跟很多喜欢马斯克的人一样，认为他在为人类在指明方向，星辰大海，要上火星，对吧？这些事情都有人去做，需要人去做，而且需要一些疯子很疯狂的人在科技领域，在商业领域不停的去探索，对吧？他有这个能力。我们非常看好马斯克，他搞的脑机接口，他的那个筷子加火箭失败了，大家为他惋惜，成功了，大家都是非常高兴，欢呼雀跃，对吧？甚至经常拿国内的企业家跟马斯克去比，然后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对吧？然后就是觉得咱们很多国内这些民营企业家鼠目寸光，目光短浅，没有格局。我想大家都有这种感受这是我在这个马斯克变法之前，我对马斯克基本上是这种观点。但是马斯克变法之后我本来是非常支持马斯克的。我认为他对吧，在美国掀起了这场这个叫反腐吧，或者叫节约运动，对吧？他要裁撤那些公务员、那些部门、冗员，对吧？为美国的纳税人省钱，要搞一个高效的、廉洁的政府，这个都是咱们的目标咱们所期盼的。所以你看人家美国，对吧，在马斯克的这个效率部的这个领导下，都开始这样的运动，搞这个确实值得这个称赞，值得学习。很多粉丝看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对马斯克还是称赞有加的。但是随着马斯克在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以后马斯克的所作所为慢慢的引起了我的警惕。也就是马斯克的初衷，我假设他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他的做法、他的过程，我觉得值得商榷。我觉得似曾相识对吧？这种运动式的反腐是真的反腐吗？对吧？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是真的是为了进步吗？这种未审先判真的公平吗？真的公正吗？对吧？你用不公正的手段，你能得到公正吗？对吧？你用不正义的手段，你也得不到正义。所以我对马斯克，对吧，越来越警惕。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斯克声称抓到了那么多这个违法违规，对吧？什么贪污，美国的还有300多岁的人，对吧？美国大额的资金不知道去到哪儿了。马斯克所有的线
线索啊，他发现了这些，他的第一时间在 X 上发布。美国是个法治社会啊，我认为他发现任何线索应该第一时间交到移送司法，对吧？正式对那个线索展开调查取证，最后宣布要判决啊。但是没有，马斯克直接在 X 上一公布，有很多支持马斯克的人就会为他辩护啊，说美国的司法程序太长，所以他就要简化，这个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对吧？这种事情印度人经历多了，你一翘屁股，人家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放什么屁。实际上事后啊，马斯克在 X 上面还经常更正他的错误，对吧？说他搞错了，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啊，这个就像那个叫你自证清白，他先一盆污水泼你身上，完了之后说，哎，我搞错了，但是有用吗？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对吧？你前面先造谣，后面轻描淡写的说我搞错了，但是啊，这个负面影响已经出去了，对吧？这些手法都是咱们常见的嘛，加特老师经常用嘛，非常娴熟啊，对吧？加特老师非说泽连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你说是造谣一张嘴啊，辟谣跑断腿，那泽连斯基气的每天啊，经常要到前线去，这就是为了证明啊，他不怕普京，对吧？连子弹都不怕，炮弹都不怕，难道还怕普京的眼睛吗？当然了，这么说也得抬高那个加特老师了啊。那有人就说了，这马斯克人家美国人内部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呢？这么说也有道理啊，就是人家美国内政，美国人喜欢，人家就愿意羡慕，对吧？印度以前搞的这种运动，他也想尝一尝，吃惯了鱼子酱，他想吃点豆腐乳，难道不行吗？我觉得也可以啊，对吧？天天牛排吃多了，他要吃点榨菜，他非要吃点那个什么馒头加榨菜，这也可以吧？对吧？这叫体验，对吧？那关起门来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确实也不好说什么。那么这个什么铁锈区、红脖子，他们喜欢，他们这个兴奋、高潮、欢呼。但是啊，马斯克在对外，那这个就不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了。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可以说啊，把他那个内心的这种阴暗面，整个都暴露出来。马斯克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显得非常有正义的，对吧？他跟那个他怼普京啊，一度啊，俄罗斯不是扬言要摧毁，对吧？马斯克的那个星链系统，要发动太空战，大家还记得吧？然后马斯克说，我要把你那个核导弹呢给它摁回去，就让你升不了空。总之，这个刚开始马斯克表现出来还是非常正义的。但是随着啊特朗普要竞选总统，马斯克给特朗普助选，从那个时候开始，马斯克对俄乌战争那个表态就跟这个特朗普，对吧？紧随，就看齐意识，特朗普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他就180度转弯，开始污蔑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是小丑，来要饭等等啊。最近最过分的是，对吧？威胁泽连斯基要停星链。马斯克说啊，我的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我关闭它，他们整个前线都将崩溃，对吧？这个就是在给泽连斯基、给乌克兰施压。这个无论从政治上、外交上、商业上都是一个灾难。商业上面，对吧？你这个星链，人家波兰人付了钱买的服务，你想停就停，对吧？你的契约精神在哪里啊？这个也是导致马斯克这个商业帝国垮塌的原因之一啊。欧洲这些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跟马斯克的合同，因为你想停止就停止。所以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总理梅洛尼啊，虽然跟马斯克私人关系不错，跟特朗普关系也不错，但是人家现在本来要引进那个星链，现在也终止，要用欧盟，对吧？内部的人家自己的这个通讯系统，哎，这就是例子之一啊，还会有其他的，叫连锁反应。政治上，你说马斯克这样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那是极限施压呀。另外，这个马斯克啊，干涉德国大选，直接招致德国总理，对吧？这个舒尔茨的批评，然后他跟舒尔茨两人隔空对骂。德国新上来的这个总理啊，莫茨直言不讳的批评马斯克，批评美国干涉德国大选。然后这个马斯克还攻击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还有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啊，这马斯克一个都不放过，似乎啊也在欧洲啊推行特朗普和马斯克那一套。最近马斯克也跟波兰的这个外交部长打起了口水战，所以你看马斯克在外交上面四处出击，这个对吧？尤其对乌克兰，那大家就不能不问一声，不能不反对了。你对美国国内你搞的这一切，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妨碍乌克兰这个抵抗侵略啊！无论你是打着什么名义，什么希望和平，不希望人死，停止战争。最近网上有一种声音啊，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言论的一种变种，就是说，对吧？乌克兰死那么多人值得吗？停火不就行了吗？对吧？人的生命很可贵啊，就那么一次啊，死了啊，你这么抵抗，不就是为了泽连斯基的权利吗？哎，对吧？为了乌克兰那些权贵，这些说法啊，都是貌似成立，实际上啊，非常迂腐，打着和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实行掠夺。我今天还看到有个人
在我那个俄乌战争视频下面留言，非常长，实际上就是汪精卫言论。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泽连斯基是乌克兰人选出来的，对吧？这种选举制度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少数服从多数嘛。泽连斯基就代表了乌克兰的民意，乌克兰人不愿意跟俄罗斯人在一起过日子，乌克兰人有权利不过俄罗斯那样的生活，乌克兰人有权利加入欧盟，对吧？过欧洲人那样的日子，对吧？乌克兰人不想跟白俄罗斯人一样变成一个傀儡。持这种观点的人啊，就是汪精卫言论的，说不抵抗活着就行。你扪心自问，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你必须选一个，对吧？你愿意成为哪个国家的国民，对吧？你只要精神正常，普京说那么多理由，无非就是为了掩盖他最终要吞并乌克兰这么一个目的和动机。一心向往，对吧？自由世界，要加入欧盟，对吧？要过富日子，过好日子的乌克兰人当然要反抗。然后你现在呼吁这种和平，它是假象，它不是真正的和平。这种和平纯粹就是双方喘一口气，接下来来一个更大的战争，死的人会更多。和平不是跪地求饶，对吧？不是给人跪下，以跪下为代价的和平能叫和平吗？所以说啊，马斯克现在也持这种观点，他打着说不应该再死人了，乌克兰是在做一种无谓的没有希望的抵抗。你说这种观点对吗？或者打不过就不打了，那也就是说强盗只要他厉害，他可以通行无阻，那俄罗斯以后就可以把周边国家全部吞并，对吧？他打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那该投降。那波罗的海三国呢？难道就打得过俄罗斯吗？中亚这些国家有哪一个能打得过俄罗斯啊？甚至大国，你能敢拍胸脯说你打得过俄罗斯吗？这么多黄俄在，对吧？尿不湿都不够啊！那你打不过你就得投降，你就得跪地。那大国割了500多万平方公里还不够啊，还得再割一点。抗日战争的时候，大国也打不过日本呢，那按这逻辑就应该投降，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啊，这个马斯克现在持这种态度，确实让人遗憾了，对吧？他打着是和平的旗号，不要死人，似乎是对的。但是啊，你这种和平，你这种少死人，是为以后死更大的灾难在做铺垫。战已经打到现在了，再坚持2年，恐怕是有一些牺牲啊。但是为了以后啊，子孙后代不再受这种流氓强盗的袭扰，那还是值得的。我看有很多黄俄啊，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以前说过啊，你手上有那么一张选票，那你就得为这个选票负责啊。你有选谁是谁的权利，那你就有支持捍卫谁是谁的义务。那个选票不仅仅是你这个权利选谁，你还得为此要付出血汗呢，甚至付出生命啊。你得捍卫这个你选的人，实际上就是捍卫自己啊，而你只管行使你的权利，捍卫交给别人，这叫什么逻辑啊？所以说啊，很多印度人呢，他根本就不知道选举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什么权利责任对等，所以天天空喊口号啊，什么要民主要自由，民主和自由都要捍卫，对吧？一旦你选了，你就得为这个负责。所以我们老说乞丐守襄阳，乞丐有什么逻辑，有什么理由守襄阳的？又不是他选的，又不是维护他的权利，对吧？维护的是赵家王朝，维护赵家又不是你选的，赵家又不维护你的权利，你维护他有什么用啊？无论是赵家李家谁来都一样，反正都不是你选，都不代表你。实际上关于这个马斯克啊，咱们这个经济学家张维迎好像在几年前啊就有一个论断，大家看视频。你看马斯克这个人，他不是搞做企业家，他做政治，这就可能是人类的灾难。越聪明的人越应该做企业，这才是社会的福音。聪明人、最具创造力的人，他在市场当中，他给人类带不来灾难，因为市场本身在不断的纠错。未来什么样？当然我们人类可能犯错误，但是我有一点相信，就是正因为有企业家精神，人类的创造力存在，我们的错误在不断的得到纠正。每个企业家都可能犯错误，但你企业家犯错，你就必须纠正错误啊。如果你发现了的话，别人帮你发现，那么你就完蛋了。可能留在市场经济当中，发现别人的错误，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啊。做企业家，他所有的错误都自己承担责任。你看看张维迎老师说啊，马斯克如果从政，有可能是人类的灾难，真的是一语中的啊，真是不幸啊！这可是他在几年前说的。张维迎老师对马斯克是推崇备至啊，他是非常认可马斯克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精神的，认为马斯克搞企业不会造成什么灾难，因为市场本身就会纠错。但是这么聪明的人不能去从政，一旦从政，后果啊不堪设想。张维迎
老师啊，不幸言中。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那马斯克是有野心。马斯克或许啊，在企业、在商业、在科技领域所向披靡，能够成就一番啊令人瞩目的，甚至引领社会的前进进步的一些成就。但是如果他要在政治，对吧，在这个从政方面，一旦他有了权力，他要推行他的乌托邦，推行他的理想，恐怕是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乌托邦啊，毁灭一个世界，毁灭一个国家，这个形式有很多种，但是最危害最大的，最让人难以察觉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因为这些乌托邦都是包装的非常漂亮，是一个非常高的理念、精神世界，但是实行下来最后肯定是要饿死人，也所有老百姓要买单，对吧？你要为这种空想主义啊要付出代价。最后我想说的啊，就是马斯克如果在美国搞乌托邦，那是美国人的福气啊，美国人应该有此一劫。但是他要是溢出美国，对吧，在世界上搞这一套，那咱们就应该反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